动子来做事。亮皮，一心两意啊。眼力也要很好。对啊。对啊，很多人就都带着那个。重点是我们现在刚踩这样没感觉哦，你踩半天下去，你腰酸背痛。弯着腰胀呢，懂忝呢。要比赛的这样的等级的话，加个应用的标准。像这种的就是最好的这样子。哦。悠的，中间的心越悠越好。哦。哎，他干嘛？戳起左旋啊，左旋的意思就是小绿叶蝉加后水有嘛，必搭到落去，技术无法度发育啊。左旋就是按讲的戳起。叫人家讲的去比赛嘅茶，就专門去一年的水啊、日頭啊、專門嘅卸妝嘅，連個草油嘛，全部喺面講一綁，冇需用腳嚟去擦。你專門嘅卸妝嘅哦，卸落去哦，生態被破壞嘅，是蟲也就唔會了。所以青龍人家做嘛是膨風栽，它也是一個有機的概念。春冬有沒有哈？基本上不會有蟲害，不需要噴藥。但夏茶又只能做東方美人茶，偏偏它一定要蟲害。東方美人茶就會哈茶。哈茶，端午節那個芒種那個節氣的時候開始採收。哦。那摘到腰骨就痛哦，你的唔係腰骨痛哦。哎呦。因為感覺很難吃啊，硬功發。哦呀，按用茶叶按太片全部咬開啊！係哦。既然就從細就係都茶葉糕有冇？有哦。愛摘嘛？會啊，沒有愛摘。哦有。不摘好嘅，當做轉去食點心。係啊係啊。唔敢講，就講呀按用一心兩葉嘛。比如說呢，一心兩葉。講之前係會請人來摘，就嗌到英雄地度啊，全部就係摘茶細妹啊，啊一下係你摘茶細妹嘛。而家全部變摘阿婆，阿婆，而家後生做摘到路啊，你後生要冇去做嘅，係啊，都要冇去摘嘅。全部阿伯妹阿伯婆啦。我之前做一個節目啊，將我一撲嘅用個摘茶細妹，嘅戲都全部鬼片誒，誒還有青肉嘅80歲嘅，有80人青多，係係當你好嘅，啲用嘅冇帶電學去數當夾嘅，係哦係哦。結果我咪搶下用啊，停停去摘啊，我敲冇5分鐘我就瞓去。你做農嘅人當辛苦啲。係啊，像我細時吼，我從去摘茶，我剪茶哦，哎呦，我老太從去捉個蟲嘅行啊，我會驚死哦，我要當驚蟲嘅。記得從去行眼啲啊，啊，我媽媽要講，你做嘛唔聽做些？我講記得捉蟲嘅行眼啊，我媽講有嘛個好驚咯，哎呦，我要當驚哦。也講嘅一個故事吼，也係成人嘅完全冇辦法好理解，講按用嘅成法啦，知冇？也成人冇按用嘅經驗。從細做到大哦，拜六禮拜同學車一定要有那可能。冇摘茶世界，要做嘛個人啲啊？要摘茶籽呢？摘茶籽，摘茶籽去賣啊，要有零用錢啊。啲茶籽做嘛個用？茶油啊，煎茶油。茶籽嘅茶油啊。啊，古上唔係就係有種叫用嘅茶樹啊。苦茶樹有冇空用？你冇空用啊，老要冇空用。茶籽油，你做的這些有用啊。係啊。你咪空用做的，但是價值冇苦茶樹按好。係。一按用嘅茶樹，唔係按用嘅茶油，咁做得做料理。空用做得啦，所以青龍人買嘅油係一般嘅唔係苦茶油，係啲係用嘅茶油。哦。將摘嚟啊，摘到啊，樹骨未痛，葉骨未痛。誒，真件。啊。係啊，又真件。有感覺嘛？有啊有啊，因為叫因按用清燉啊。講係是摘過嘛？唔識啦，牙不卡差怕冇講茶。牙不卡要，唔講我當細時間啊，我講佢就咩係要種茶，唔講我就幾樣時限細，後來茶園就買嘅。因為冇人愛做啊，冇人愛做就買出嚟啊。唔講我細時間，我印象當陳皮講，我講佢就牙不卡咩要，就像我哋按用嘅生命天啊，然後我講當然就會泡當太傅嘅茶，就先去擺白公，擺白公，然後。擺精神嘅乾茶乾呢，就到我就
太没安用，做个茶米了，泡泰国茶。然后就会吃几日嘞，佢就讲给神明茶，泰家是神明茶，就保平安呐。咩神明茶，咩平安茶。错，特别青都爱用。系啊，唔免讲从一下哦，都按优秀讲吼，含了洗茶干的，然后茶鼻的，然后按用就讲品茶，品茗茶。这样时，你客家人全部就务农啊，那有时间好讲按用坐下来慢慢的泡茶，好冇？贵太干的，太复茶，然后再早就会给，就会贵假的就会英语就会给干茶。来到呀吼，山方啊，那茶园啊，真然就会上去当去唱歌的。冇就会唱给马家杂茶先买无？小过会啦，唔过没有很专业啦。四下无人，唔讲人少嘢嘛，心情好就去唱歌嘅嘛。好啦，冇重复个杂茶爱杂嘅良品，论一家一心。阿妹心肝健相对门山嘅阿哥亲，用饭心肝健相见唔听，挑眼讲到了哈忙提亲，讲嘅无偏见，用个山呐。哎，杂猴忙，是插喽，插跑猴喽。哦 ，OK。哦，要真係當好嘅體驗呢，哦，都要用茶園啊，然後煮下食茶，哦，又香哦，以後啉，當甘哦。不過對我來講係一個體驗，啊，不過也係唔對嘅成分，錯冇？從細到大就會到茶園啊，然後做西啊，無糖啊，哦，啊，也下做全糖啊，不過唔記細嘅時間。廠係下課轉來哈。我爸我妹廠嚟差點做事，我哋嚟聽書，轉要去煮飯，唉，我有擺吼煮飯煮到為咗去聽幾多去搞，規劃飯廚房先，供應做到冇飯老師啊，幫我爸修理，幫我爸打，佢擺比打凍甜，啊，因為我妹定我這個唔錯，供應做到冇飯老師，唔過家因哋就很凍死啊，就想講啊。記得啲個搞，我咪上去聽記得啲搞下，忙啲講特別煮飯，唔係從用田子煲啊，用瓦斯爐煮啊，用燒個炒啊，忙啲講煮到貴婦飯廚，所以夾到個飯都不結實，唔敢幫阿媽媽啲。特別印度嘅成員咧，吼，啲個種下大成員咧，吼，做農嘅成員咧，吼，當菜過啊，因繞嘅冇時間。管印度啊，所以印度這個訓練到這個會煮飯，所以我用啲家下從我妹廠嘅當愛講，你煮乜嘅東西，煮乜當愛交代愛，乜嘅事就調幫愛做。也就會大姐。係啊，大姐係做下到啦。係啊，乜嘅是我呀？因為我咩做青苔嘅咩，古時候我用嘅家用嘅成長背景有東廠，唔過唔要做嘅下多，係因為唔得有茶園，我不卡係種田嘅，就冇供應。種田咧就去田裏去食點心，因為嗰個無嘅時間就會搶人來個無，阿婆啊就會講哦，都會煮點心俾供應生，這樣時間就田裏去食。我哋做茶愛管個時間，因為個當煮頭用熱頭洗茶嗰啲做茶，所以自己家當好嘅嗰個時間來做嘅茶，樣會香，樣會甘。唔係講我個人慢慢地做唔得呢。所以家當建工嘅時間，我爸我妹吼，乜嘅事就調幫我做。廚房乜嘅煮飯不供應室吼，嗰啲菜人啉菜煨雞嗰啲煮嘅全部調幫我做。所以特別家時間，因為按乜嘅事情會做，感謝我媽媽佢當我訓練到乜嘅就會做啊。係啊，就講你也一台嘅成長嘅配件啊，就講佢有本你去好多安樣嘅獨立，安樣嘅做事。也係講哦，也係新人嚟講，很幾類也做安樣農業嘅事情咯，可能就嚇冇上嚟啦。你生意冇可能啦。那羅梅就嚇冇做到嘅呢，佢嚇死，所以我媽媽講講佢嚇死，佢乜嘅就唔曉。就另外咧，樓梯佢創嘅特別佢咪出太好勢，創嘅啲嘅因為特別了，佢都咪做呢。
拜五下课全咧做天早餐，做到礼拜日吼，班长人捡倒来全台北读书读太好势，佢咪当个样个啊，创个全咧上个全咧填书啊，因为啲做了弄个吼。抢母音，然后没母音互填书，所以我就声音咧大家做落去天做。妹妹还好命，嘿，哦，你欠多的时间头那个嘛，谁时间吗？你怎么那么好命呢？唔会吼，我有，因为跳人家落咪啊，我全部记头那个。提前伫咧炒阵吼，杂炒的时阵吼，我咧水姜甲炒葱啊，甲炒葱冻会熟，我弄啊这全部冻姜啊，搁有炒葱调半啊掉，烘啊掉。谁时间没？诶，谁时间咧杂炒的时间冻到炒葱，一豆洗开市场唔姜葱诶，到底还姜，我豆龙啊，还没姜炒葱，这大三因姜的东西无共样，俺唔姜葱诶，唔姜姜嘛，俺唔姜葱诶，姜老鼠。系错，看到就会一条。我老太记得吼，创个烘啊当啊落门哦，我就讲哎哟，我讲我创个水摸啊就会姜，你姜三叔，我这会做个三叔来合伊。哦，三叔哦，这大概姜的东西。每个人的死穴不一样，怕的东西不一样。哎，唔但像唔就含有安样的茶叶，糖讲含有鼻糖，最调的。系啊，我爸爸咪伫调黄的呢。系啊，你安样的你看阿伯爷调都样的。好啊，让我吞你看。当初有黄的好生。好啊，看去调油馍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要还有8公年的木的，无简单。阿姨，你好，涂牙你来青衣呢？你看中啊？晒冬瓜，晒冬瓜。没啊？要卤盐的呀。嘿，蛮好诶。哎，不只是咸鱼翻身，咸冬瓜也要翻身。翻身的，嘿啊。哎，你啊吼，摸好起来，下摆真是5条走。5条走。嗯。动吃动吃，快做事。有爸，调油吗？有啊，阿爸。哎，我涂牙你来青衣呢，你来看调的呀。有钓到呀，冇钓到。有哦。哎呦，哎呀，全部就会复苏诶，系嘛？吐剂的。吐剂嘞。哎。哎呀，鼻糖没人传汤没有吐剂的料理。哎呀，而家冻住了煮本身。哎呦，好哦。高老本种自己的哈。哎，有哎。对啊。哦，有哎。厉害。按用的太细就细了得嘞哈。对呀。哇，你看，很强哦哈。要来给拿起来。不，调。等一下你要调。调灯咯。你啊，我跳摆吼，专门下课伫遐位吼，当啊露台嗰度啊，还有我哋个堂哥堂姐嗰度吼，全部伫遐伫背吼，教水的教水，调音的调音。你做的手水的啊？跳摆水动钱啦，全部下课咪做了位都教了。不过可能我慢慢啊做修了，全部做。也就是你细细的时间咧，因为农家嘅成分。因为下课大家贵圈咧，伫遐位碧塘村伫遐教水啊。你讲冻冷的时间，我老太嗰啲专门伫遐位调音的，啊热天的时候全部洗好伫遐位碧塘伫遐教水。阿爸，你有当日了要调音的嘛？有。当日啦。系啊。哦。佢喊录音架冇事情啊，你做在调音的啊。冇，我看阿伯啊，个兴气动到哦，因为吹萨克斯风，是嘛？系啊系啊。呀，我看呀，暗床有办法咯。有。哎呦，你调款吗？好哦，我咩来试看好，那试看啊，来，款调会到吗？我要看头摆里面有鼻筒，係嘛？哎呦，很強哦。細細咩都鼻筒睇嘅。你到爸爸比賽啊？慢慢調下到哈。冇聽說嗰啲哎用彎啊就彎到，因為底度有吐劑嘅，還有乜嘢嘅？復蘇啊，復蘇、蟲啊，靚沒有啊，反正有凍到種啦，款調到嘛個即係你的冰落去嘅也係本來壓上。冰落去。哦。一冬年前一擺有錢嘛，跟奶啊乜嘅，底度嘅奶啊。冇乜嘅奶咧。冇乜嘅奶。產水下來吼，佢水凍嗆。調嘅時間要有耐心。有耐心吼，調嘅吼，你做醋加點種球。
好像有咯。有五个哈对，来看啊，哎，不会来嘛？无呀，用的大白鲨，很好棒！强哦，不会啊，不会。哎，哎呦，强哦，很强很强。阿爸，啊，咁樣有行啊，就嚟平雕嘅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俺當做有咁嘅，啊，焖鲫魚好食的。nhà傳統嘅招牌菜啊，小心哦，啊用油拉啦，油拉一拉嚟拉嚟，啊，咁用做地，等下轉你來。做你料理呀，土雞咧，焖鲫魚的是。好啊好啊，咁用一五嘅就先不用個呀。係。我拿住。我拿咗一傳統係，冇安尼呀，先你請江媽媽啦，唔好幾多肉喎。係，佢哋洗冬瓜用咧。好，安尼請阿媽媽。啊，阿爸俾下。嘅本啊這樣，我轉你請媽媽哈，我公湯請媽媽，佢哋洗冬瓜。兩個豚咧，兩個都有啲蘿蔔。哦，因為蘿蔔，誒，白公園哦，有北公園嚟啊。係啊，哇！又係有北公園嘅肉嘅，冇簡單，也就用到嘅頭擺嘅鑊頭。係啊，有。阿姨，哎，你好，這土窯裡的青衣呢？唔睇到嘛？晒冬瓜，洗冬瓜。係啊，因為滷鹽嘅係啊。嘿，哦。滷半熟嘅啦，哦，半熟嘅。唔完全哦，早係啊。嘿，行到過晒，一行到過晒，我洗唔叫嘅啦。晒小油魚頭晒加一年就差唔多嘅啦，哦。喺木魚頭嗬，2年啦。哦，幾片先張切好嘅。加張晒嘅。哦，那都忙切咯。誒，剛剛。好，等切。來。好，你就啥等切。好，來。你湊完了，來讓切。你夠壓力，你不用切。啊，壓力。冇得鉗一下啊。唔是啦，啊，要行媽媽啦，冇按到。啊要用行。來。哦。切冬瓜，係哦，你都切冬瓜。冬瓜全部就要切到按台地啊。按台地曬2-3年過了，就會變細地，係佢要熟碎。跟有漢子講，一天到按台地，也係講細地咪做。細曬就做唔得到，用細就按細地。啲冬瓜，你切，你要切唔開。來，行唔先切捱開。本來是用刨啦嗬，皮又硬哦，刨唔到，就拿切地都好誒。削皮就錯嘅啦。係啦，冬瓜冇錯。因為做唔到削到痛泡嗬，一削到痛泡就底度就那樣軟啊，碎。做唔得就反正就皮削皮就好啦。應該算簡單啦，簡單。人家烹筍湊完了，你看喺度做，看喺度切哈。阿姨，你看阿勇做得冇？做得。啊，做得。呢杯啊！切一刀唔好切成一刀啊！啊，係啊。媽，你按切好做，愛用係啊，切就切係啊。係啊，用切嚟切。我哋頭擺哈，專門洗時間，專門啲啲鍋湯了未掉，啲味高。洗完嘅時間咯，下口轉嚟做啲啲味高，啲啲味掉，搞到。吃飯時間也要轉，所以我對啲嗬古厝嗬都有感情。我特別看到嗰人嘅木呀冇嘅人啊，就啲嘅人大家煮飯咧暖水咧。阿姨，嘅翠蓮啊，細會當牛嘛？係啊，按度排。我哎呀，拿定做小嘅嘛，都要得咩？因腳嘅嘛。唔會哦，阿妹也唔對我轉移食飯，也唔對我做細聲，做上嚟做小男人上嚟叫。一全部就係大家嘅細嘅記憶哦。係啊。看影片還好，還唔會跳。特別像佢哋個演個聲音咧，輕度，一下課書包表啊啲都全部做上嚟，但不用教。特別吼，以後冇做煮飯啊，媽媽吼。就做小嘅客人來咯，
对啊。啊水苔啊，哎，这嘛全部就大胎的啦。我几人会做哦，几人会做哦。没啊，我咩青苔呀，我都不看咩青苔呀。你感冒不啱？有哦，有哦，全部都大胎，我就讲我全部露台露妹做唔错事情，全部大错啊，我咩嘿啊？啊，咪做暖水本露台露咪洗身腳咪，一無暖嚟講，誒你無限露妝啊，做下面就幾無妝一打。嘿，差不多按台底做得啦哈，差不多啦。做得啦，做得。呀哦，我妈妈记哦，都有个冬瓜的时间，叫做冻好做了就吼，那卤冬瓜个就，我了系冇学去到下班，我咪唔晓呢。呀，切好了塞嘿啊。哦，来哦。阿姨，呀，全部塞鸦片嘿。哦，全部塞鸦片。哦。莫切到就好啦哈。你系洗几礼拜啦？唔是啊，甜時候吼，哎呦，一條出來了。甜時候三米都拉咧，不過俺別下滷鹽嘛。哦。哎，滷一多擺。 300。滷300。佢啲錄音架凍強了，你滷東西吼，不用加鹽的，凍香咪唔會壞。葱個老蘿蔔有冇？老菜不講。老菜不講。該洗叫嘢咧。 哦，佢咪使3米。3米個哦，根本也蠻煩啦哈，煩啊好哎，哎，不只是鹹魚翻身，鹹冬瓜對啊，也要翻身誒，係啊。好想要搞就了。用來你生的鹽哈，我用粗鹽。粗鹽哈。哎你啊吼，冇學去啦，下擺真是唔曉做。唔曉做。葱店的鴨母有按胎的母糖，我做出來。係啊，不一定要無糖啊哎，反正圍牆上面乾淨都可以。圍牆你做得啦哈。你以為每個家裡都有圍牆？對了對了。一洗好啦呢，轉而家烏卡雞啊，個冬瓜未做得醬嘅，轉你醬冬瓜咯。係啊，哎，那都唔係學一班的啊，我鬼頭的啊，我建議就轉你不開嘅相反就搞伢還可以個做用我做。哎，甜呐。阿姨，呀，要先來做黃頭醬。嘿，你要做啊吼，嗯，你要黃頭醬先不用落去啦吼。黃頭醬要用一道誒。應該特別是穿過啦吼，你要炒差唔多1斤半左右的吼，做差唔多攞飯做差唔多要半斤啦。哦，半斤嘅米。要先醃落去係嘛？先醃落去吼。你就緊辦的放緊嘅啦，調泡到個半斤的糯米。半斤糯米，這也不能全部進啊。 1、2、3。好，不就按用，就講要要多吼，攞翻落去。哦，也不用攞翻嚟係嘛？嘿，哦，一攞翻去唔黑面的係冇？做糜咪做得啦吼。一係鹽的吼，鹽糯米吼，咁就做得咯。按用1層啦哈，跟住不用到鹽，用鹽，一瓢，一刀不要太多。按用，太多。半湯匙。按用，做得冇？做得。哦，鹽啊，你嗱，哦，糖咧，也還要糖冇？一點點。咩係一點點嘅？哦，按用做得冇？哎，做得。然後加速它發酵。哦，就講比按用均勻啦，哈。整個嗰啲係放喺嗰邊落去。高一層，比種散來，又潤。總比勻來，按用一層米，一層體味，容易嚟發酵時陣啊拉。按用拉冇，也係較大地位，係就用做嘅，唔同栽藝同樹啦。講喺度嚟做。唔發號施令那樣，講一下開始做乜嘅，係樣，係就做乜嘅，係樣。你冇不用翻嘢做得好，但是吼，唔會甜，冇雪，一發酵去的吼，全部個調味。糯米嘅
像酒酿一样。哎，像酒酿哦，像咱做差不多的。伊个饭吼，都给发酵了。饭就要炒起来，炒起咩？系啊，所以这个时间都变到甜的。按做得冇甜呢，吼，叫佢發酵哈，还没发，那就加酒係啊。还能加酒，加酒会为了防腐。如果没有加酒，我妈妈讲没做得加个浪滚水啊。哦，哎，浪滚水煮滚的时间。哎， 3分之1就好。啊，哦，好，也按用做起来，哦，好香哦。对啊，没开始就有香哎。那个嘛，几天要去拌一拌。哦，我妈妈有是讲，用什么工具拿了抢的快的小锅也按用就可以，润，哎，就可以做的，对，对，收起来。哦，收起来，就这样子装很来哦，它不会发酵，会膨胀吗？不会。哦，那这样子它就做的啦。就几天它就发酵。按用做一球这样做的是，这样做的用。我几年的。一张烟，一张烟，一张烟，给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？会米会绵绵，然后它就会有自然的那个它自己发酵出来的汁出来。哦，对。要做哇，要米线。要混牛肉1磅，嘿，黄豆浆就会按用自家做出来。妈妈做土鸡的啊，就专门用的。按用正经看起来要当见啦，原汁原味。客家人啊，有当到嘅腌制的呀，吼，也系曝晒呀，全部就系要经过时间，错冇？这个时间。你看我晒嘅萝卜干呐，吼，也系曝菜呀，也系做也用嘅酱缸的按用的材料啊，全部味都要用时间，错冇？系哦，因为最天然的。系啊，完全不用防腐剂。对。我千样诶，做得嘿，爱用做好嘿，对来煎哈。按太得煎哦。系啊，然后你条骨咪当来剁碎哦哈。哦，哎，因为助理比给主厨还要无限。做出来来当你的助手，哈，哎呦，做得嘛哈。动吃动吃，快做事。也你要来做呀冬瓜浆，你咧洗澡的哦，哎，洗澡的，哦，要洗好的啦，也下一样诶，先来入落去，入落去摆上来，哦，摆上来，摆上来，摆比平了，对，不要落去，你让它敲，咩啊，系啊，全部跌落去嘛，哎呀夹哦，好，差不多哈，你不要来，那你不要哈，不用被删，不用删了哟。你看阿姨忍不住想要动手，我们不要给你动。来，不用你染吗？不用染嘛，莫不用多哈。呀，因为有染的呢，入味有含。不用洗，放调味都好。啊，不用调味，好，不用。点点的就好。我像会用醋。好了吗？可以。可以了哈，好。好，我继续，就是层层堆叠就炒给了。对。憨豆贡哈。来，哎，用做得嘛？好，来。呀，冬瓜哦，迄一卡种的哦，哈，就会。当珍惜有嘛？当珍惜要是鱼，哎样来做，你是的鱼法，煮冬瓜汤，嗰種凍打嘅時間打都凍到啊，係啊，做那醬魚來，冇做醬機會面起去，就係按用一層一層啦，哈，一層一層，哎用個繼續標，所以我講，睇白嘅人凍強，機會到個是魚嘅東西拿來做。攞本醬起來吼，你像個菜脯啊、頭乾啊、鋪乾啊、鹹菜啊，全部記得會做起來。對啊，要叫你凸顯個滋味啦，哈。提講哦，東西是唔太冇打掃，用嚟當做的，然後佢保存下來哈。哎呦，又可以繼續食，然後又好食。磨出來時就可以做。磨冬瓜是蔣冬瓜。哎呀，給它保存在最上面。封住，要用一罐来用，几下表面，差不多。哦，然后一下爱用泡，又要泡一久哎，3分烟哈。哦，3分烟了，它把那个味道吸进那个跟酱的冬瓜的味道。要 mix 啊，要 mix 在一起，也就系将
好，将按用做好的醃好的啦，算醃好的。不过也按用很生的，没要掺过经过3张年过后，也红当做的是。这样好，最后吼半年以后是还然好，就别用越久越好食。好，好啊香。啊，个有做好的嘛？有啊，好了，看你还你阿姨之前做好的，看妈妈差别在什么地方？我俩做来，你看一下，也按用的哈。这是刚放进去的，它各自为政，还没有那个融合在一起，也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用的就冇穷用啊。差不多半年哦，很快。哇，金黄油也当上是看啊，按用做色来整嘛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看来马个米西，好是吗？有咸吗？有咸。唔讲，迄真嘅冇乜嘅料理，按用蹦梅嘛做得嘞。做得呢。哈。头半夜就买啊，下半夜都切就爆嘛。错，唔讲啊，哎呦，吃到个米西之后，之后啊，吃到伊含做做动作的料理。唔讲啊，因为啊上啊底下上下啊上啊用鸭肝来做料理，啊伊个鸭肝做拿来做料理哦。可以。做得啊，做得了。这样啊先来捡起来，你鸭下里做料理。哦。好啊，来上看啦，快来做嘛，好好食嘞，好。今晡要煮乜嘅菜？今日要做吼炒香狗肉啉豆腐。啊，今晡要做廿個豬梨，我做乜嘅？切豆腐，我係煎豆腐。哦，好啊，我要鹽定呢哦。唔係，一蓬筍咧。哦，蓬筍。我千樣誒。做得係，愛用做好係，對愛煎哈。按太低剪哦。係啊。哦，好啊。然後你豆腐咪當來剁碎哦哈。哦。因為豬梨比嘅主廚還要無閒。你做出來還會當你的助手，哦，做得嘛哈。用輪的哈。哦，用輪的。特別哈，這時間哈，做水時間哈，我凍醬煎魚嘅料，個油啊，你沖嚟個攤凍個慢麵，哦，你啊做慣落去吼，五醬個油攤，五醬少，誒，做水已經冇醬料嘅東西，有醬嘅飯就冇法度做嘅，對啊。係啊。我客家社會，頭到客家社會咪當好啲啊。用慢講。勤儉持家，要當好做啦，當好做。我當腰嘛。做得。这让我又想起娘家冲的，每次冲的义祖的时间啦，我们去教养院义祖，那记得吗？是啊。哦，冻豆面哈。对，就迄都弄杯煮出来。哎呀，没有。你要切丁系嘛？哎呀，切丁。哦，没错，这样哈。哦，按油啊。哎。好。你户外咧做出来咪冻身体哈。係啊。另外嗰樣哈。因為講，因煮菜就有自我療癒的那種感覺。是啊。其實你用啥哈，就當適合用下做誰。真是哈。我們算是不是？我們算是南征北討呢。對啊，咱記得按上班去日本做嘅米線不該白嗎？係啊。你是我最得力的，真的，跟你一起去工作，日本走个米线模式的哈，很愉快的经验。对啊，我们也不用太多的磨合啦。我讲认主定语，黑啦，还好你不是男的，要不然我们会相爱啊。我特别有水，国小3年级我在煮3种供应吃饭呢。跟你比啊强，来小学3年级就会煮饭去给带偏东。冇，我煮供应吃饭哦。冇我爸爸會打啊，叫我講。有看供應較大啊。做菜嘅供應啊，多啊。甲師台，未冇因咁嘅講對老本咁嘅教老本度，我媽媽就講啊，後邊啊，麥個那咧煮啊，麥個那嗆水那炒說安提，你做唔好做那煮哈，我媽媽就會咁嘅。唔過讓他就是反走過必留下痕跡，你看你讓他就因為從細開始煮菜，然後都慢慢的豆腐卡就學
好啊，练练啊，然后又自己又可以再进修，又有传堂后之后，然后去改又去考乙级证照，好冇？然后你看主厨哎，跟是讲，我们喜欢做才会有兴趣。哎，然后有兴趣啦。对啊，唔乜嘅事情要有興趣，做會起來咩當快樂啊？对啊，較艱苦咩快樂啊？錯，呢個冇興趣哦，就那個痛苦加倍。真的。哦，唔講呀，茶米咩咁樣切到綿綿，其實要豆腐是豆腐當紅的植物性蛋白質啊，真的很好。好，來，要切嘛？ 2次切。你看蝦仁哦，一天哦，變比別個香落這哦。邊後先拿起來然後炒呀嘛，不是哦？哦，一層一層那樣疊上去了。對。得上人嘅煮菜嘅素飯冇嘛咁樣。滿炒，來，原來主廚這麼好當哦！哎呀，在旁邊指導你一下哈，等下換你做的時候，你再來指導我。哎呦，甩鍋了！啊，哎呦，他夾來壓技術哈，不均勻有沒有？你看哦，你按用炒，這有死角有沒有？它炒有的會炒不到就會出破爛。你看你這樣子，它不會啊。哦，它不會。即係客家洗碗很強吼，啊，輸腳啊！胡椒粉。哎，客家已經煮東西當好，不用敷這個粉就感覺。有啊，我們本人係冇敷這個粉就少人們。就冇靈魂呢。嘿，小個煲下睇啲嘢，不給下嗆一下個要香氣。哦，來哦。那個現在都在跑炒米哈。然後再點那個茶葉那個水啊。好。要炒米啲呢，個炸嘅炒，嗰個上沙哈，要新鮮的炒米，好，別可叫做好咯。哎呦，都得嘞。都得哦。好，起鍋前點下，那你用油不用啲咧。哦好。哎。簡單的食材，那個提供應用的煮當平常的食材，然後就變到當好食的料。錯啊，就係豆腐當便宜，錯嘛？係啊。哎，做啲變化了不成意呢個啲嗬，哎呀，不一樣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來，這道菜好嘞，咯，煮好嘞。嘿。種苗變得很香哦。係啊，我即個就按濃啊，即個。其實人別個料呀，咩做人拿來包辦係啊，係包辦。當然一般唔是寫是你當我識咯。係嘛？哦，我唔信，我做唔係成係當地。你按摩下。唔怕，大天飯，你飯係大號，大天飯。很難哦。半夜我就走了。懂吃懂吃，快煮吃。我來煮嘅，我愛煮蔣冬瓜炒鱔線。哎，好，用海料嘅哈，搶出來先切好嘅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一下嘅先燙嘅飯，我要拿壓來。好，壓好嘅哈，壓好嘅。好啦，壓唔是燙。煮菜哦，先蔥油嘅就要先皮料，我要先俾落去燙一下好嘅。好啊。因為這下要炒啊，當腳就。那紅椒要燙嘛？哎呦哎呦。哎呀，好嚟。嚟下傻逼啊！哦。準備嘅料理，準備愛出料理就搶人下嘅料理。
啊，不会哦。全部就先通一摆。啊，后山就做得较久的喂，拢系通后山的时间啦，就做得，哎呀，哈，不用得米酒老呀。哇，你看，也就是功夫的嘛，切花。我拿它酱啊。对啊，用它酱，做得进来。来，这下工要剪哈。哎，开背后哎，他用他问一米啊，这个刀工了得。表示我有哈，学过哈。有学过。咩？表示出师的呀，唔咩张学过听听。三鲜就会压三鲜，就是压用个海参，哦，然后花枝，然后压下公诶。我哋地公吼，做嘛助手还会下甜嘛，因为所有的事情有助手来做。系啊，师傅出壮嘴出嘞。师傅咩迄都助手做起来嘅，助手压就是基本功，你冇经过压一关啊，冇办法做师傅啊。哦，呀，你标入来。下公嘅咩就咩喺老面塞比松。你叫嘛切片啊切丝？切片。蒜头咪弄切片哈。切片也系捣碎。我一下现在边呀姜嘛。放姜哈。姜哦。葱白可以先下。哎，你看蒜头。要咩最下嘅？差唔多了，那就再落去嘅。哎，水嘛？可以啊。好。你放下猛啲，煮下香哦。来，水啲啊哈。哦。哦，米丝就出来了。我打底会米酒落去。哦。胡椒粉嘛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水蛋嘛，好的。哇，真材实料，这样就色香味俱全。你细细的就好。你在吃嘛？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等一下我先这个先让它下去，一细细的就好。哎，莫很多，来。哦，你是不用演就有喊。哦，好，香油再来一下。好，葱段。好，葱段下。好。啊，撒皮油。好。哇。动态盘。裝唔落咯，唔該。青菜榴蓮切架式，好，也用當夾啊吼，你嘅種冬瓜炒三鮮，啊用就好誒。
哈有三出菜哈，哎，你做会食饭呢？吃饭喽！哎呀，来来，哎，你先说野出好。好啊，来，莫说香太地，说香太地哦，就说唔出那种口味有嘛？哦，哎呀，哎呦，说小小的，咱个弟讲，咦，说唔辣，点都好食，香太地香多啊！哎呀，好，我去看啊。哦，用茶米去煮的料理，妈看用，你看爱煮遐卤菜，你看做得冇？做唔得就让爱跟爱看。有起劲冇？挑夫啊，挑夫，你看，你说就有挑夫，我这个做个挑夫的米丝啊，哦，啊个谈那个茶香啊，哦喂，那就好，香料别很香哦。系啊，哎，这个就按弄啊，这个。其实也别个料的啊，要做在哪里？包办的呀。来包办的，当然一般唔是是是当我识的。係嘛？哦，挨唔先，我做唔挨先挨當啲。你按摩下，唔怕，大天發，你辦的大好，大天發。很難哦。半夜我就走了。那铁斧豆呢？按叉米按做，真是当好事呢。係啊，很棒的结合呢。係啊，係啊。哦，那是的，雅丽走了卤我是三鲜呢。三鲜。好，好。我下嘛，不是，我當下嘛。什么？好吃好吃。這個真的哎，鹹冬瓜也跟那鹹當肚河哎。冇병鹽。咸冬瓜本来就有咸的。對啊，鹹冬瓜本來就有鹹啊。今日做了卤菜，哎，蹦来靈感。哎，乜噶？妈，你多做一点咸冬瓜。我们店里要来推这个，好解那个海鲜哈，吃的这样子很清爽哎。那你海報要做一張明星做的菜，去搞搞。好。你鹹冬瓜按醬按炒落去吼，cái 鮮味提升。這個鹹吼肚好，唔是咖子按煮了要卤菜，哎，也是蠻豐富的，就是好吃，真的，它不搶味，真的，它不會搶其他食材的味道，可是它又可以當到一個很好的配角。對，來給你調魚的呢。哦，今日係啦，阿伯啊，恐下去釣嘅魚嘅啊。哦，你就試試啦。哦，兩下蘿蔔煮有事嘞。我們你愛出菜哦，等於係大江屋的名菜，好嘛，招牌菜。媽媽，你當到開業到了去專門了滷菜哈，大概因他都是多全部哦，有外帶。當小菜哪有愛用嘅菜啊？用煮滷菜時間，用當多時間炒，要燜6個小時，開火做唔得。係啊，小火，哎，你要火要控制得很好。根本嘢真係很幸福嘅感覺啊！雖然講根本嘢你食下三出菜係新的組合啦，哦，唔過講真嘅咧，係老翠蓮係同好嘅朋友來鴉片咧，突然就搭擺來就想專門加入，因為阿姨呀，哦就會準備當好食嘅東西俾我食，故所真然我就吃到當溫暖的感覺，專門加入，係從專門加入嘅，哦。原本也吃也三出菜，哈你都爱煮文好诶，而是太扮演。哦，我说看阿姨，多歲我唔必做啦，我佢啊，ทั้ง我們是到，佢就會切班哦，大天班很壓力的是太扮人哦，你看阿姨就會當好客，係啊，好啊，咩人係當做一介冇嘢用嘅。好，繼續食，繼續食。是。晒了一下子，太地球場嘅火拍咧，有那麼濕答答，用手太地爬上嚟，實在麻木得到，條朋友強下來以後把膠水，下個馬來強下掉鬧嘢，樹後那啲麥。
是包养。